7了。有啊无？好，YouTube 好哈。1630年3月4日，长官普曼斯阁下含几位议员航往路上，就是去迄个上山啦吼，上山要去含一官陈志良详细商讨有关要采购或者是采购的几项被定购的货物，就是要去含一官讲生理啊吼，一官搁甲即个下门搁收转来吼，来去互李桂基赶走，赶去泉州，啊，即马伊搁转来甲李桂基拍败，即马下门搁变成伊的角头吼。以及要销售护照的代志吼，必定买卖。阿官，你开麦？啊是哦，搁念几部拢白念的。好，搁定来1630年3月4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几位议员航往路上，就是上山吼，上山要去含一官陈志良详细来讨论有关要采购的几项被定购的货物。OK， 以及要销售护照的代志，咱遮小停一下吼。即个有一个字叫做采购，或者是我相信你直接听到人讲采购吼。即个购字，甘字咧敢若收两音吼，一个是购，一个是购。但是采购即个音呢，我拄则去迄个找台语去看吼，找台语遮又收采购是Embry 甲 Marino 这两本大英书店吼，伊拢有收采购即个音。但是讲即个音怎来，我嘛毋知吼，是毋是因为大家拢安尼念，就甲收入来吼，有可能吼。毋对的讲久啊，就变对的吼。采讲即个讲即个音，可能含演讲迄个讲字关系啦吼。大家拢读讲，啊，就想讲即字原来照读讲，但是实际上是无即个音吼。好，咱继续看啊。必定买卖迅速要安怎讲？我查一下迅速吼。咱也读历史，也读台语啦吼，所以每一字我拢会知，袂晓我就知。迅速，在台语遮有几啊词通好用吼。一个是，就是敢若是孔子碑吼，迅速，迅速是 Marino 写的吼。Embry 是快捷，或者是迅速。好，快捷、迅速。我看台语有较近的词通用。台语含迅速有关系的词吼，诚侪吼，6、7个。第一个是回速、回速吼，火速啦吼。第二个是快进，第三个是快变，第四是美测，
美就是梦啦吼，梦然迄个梦吼，美册，我感觉美册即个词袂歹吼，美册，册我毋知对一字哦，伊是汉字大字大字典汉字是用刷牙刷出去的刷美册，这可能是混用的吼，混用的，混用的就是摕意思来用安尼的，实际上毋是即个。美快哦，所以美快、美脆、美美拢是紧的意思哦。迅速，迅速就是拄则讲迅速诶，但是 Marino 是 SIN 是第一声吼，大字大词典是 SIN 是第五声，就是神精神迄个神吼，迅速吼。573253+17。5变7，1变7，所以拢变7，所以拢读做迅速吼。所以不管是对一个是精神的神，还是迅速迄个迅吼，台语其实拢读做拢因为变调，所以拢读做第七声迅速。OK， 好，所以你会当讲美脆、美快、美美、美迅速吼。好，咱转来第二只。比零比第一个汉字就早者吼，比就是人字旁吼，例如的皮，但是是人字旁。我先查简字典。B B P 这三个音吼，我拄则是读就是第一声变调，第七声吼，我读做 B 零吼。但是你若是第七声，就变做B 哦，我拄则是第七声变第三声吼。B 零或者是 B 零吼 ，B 零 P 讲是斜目、纸目、斜目啦吼，纸目看的意思，所以可能即个即个音可能较无适合吼。B 还是 P 是啥物？是地教，B 零就是地教的意思嘛，地教安怎？好安怎？或者是用的意思，用的意思吼。B 还是 P，B 还是 P 啦吼，B 零吼，所以应该是 B 还是 B 较适合吼。B 零买卖迅速，或者是买册活络起来吼。这段是啥？这段是讲荷兰人去和陈志宏参详讲要做生意的代志，吼，要安怎互生意会当紧买册来进行嘛，吼，并且要去和伊订定关于高富广东好门的契约。昨我听，是昨吼，听马云读一个，敢是叫做花开的季节吼，是用阮即种东华腔，或者讲老泉腔吼，东华腔写的一首诗吼。我听诶，你读诶时阵，我甲足侪我老泉腔捡倒来吼。阮袂讲好面，阮讲好门吼。但是和大家讲惯势，我嘛其实因为江川人足严重诶吼，并且要去和陈志荣订定关于高富广东好门诶契约吼。阮袂讲契约啦，其实阮讲契约吼。
我查一下吼。啊，是这和恁无关的啦，是我要看一下我脑转 Q 是安怎读。K 伊无收别个 Q 口，敢若 K 用即个音尔吼。K 用，阮敢若是读溃用吼，毋是课用，是溃用吼。拍溃用吼。好，咱继续读吼。要去含伊定即个高富广东号码溃用，因为无生理人伫咧进口即种号码吼。伊无讲啥物号码，敢若写讲号码，毋知啥物件吼。但是一般毋肯定即种溃用，即个啦，承诺吼，即个承诺要怎读啊？应允啦吼。诺我查一下吼。诺言的诺吼，应该是我又是慢慢学吼。毋对，音一听你就调你心内无好吼。落，刚才我无念，我念毋对。为什么一个叫做啊？应人好的话，话会无声，啊若白，啊若黄。我无理解，即个汉字为虾米会读做啊？好，另外一个是乐吼，快乐的乐吼，和快乐的乐共音。应答的声就是乐吼，应好就是乐吼，应袂啊黄吼，话会无声吼，话无声就是乐，字声吼，字是调过来，捌听过人有即个姓吼，敢若诺贝尔乐吼。好，咱转来看吼，只承诺要派伊的商人去采购。咱毋知迄是啥物号码啦吼，但是一般毋肯含因定契约去交付即项号码吼，可能无想要伫啊吼，只敢若答应讲要派伊的人去采购安尼吼。伫4、5个月内会用伊的上客船送到台湾，伊迄时会当同伊的介绍来交付互阮吼。价格应该是袂讲价格吼，介绍吼。这是3个4日，战后平安无事吼，就是做生意吼。咱来看3个5日，3个5日上款可能无啥代志，反正是做生意吼。顶寡阁下甲议会决议，下甲注脚写1630年3月6日的决议，编号 VOC1102吼，数字是 V-405。这去查资料才找啦吼。好，顶寡阁下含议会决议，要派上客船下门号，是准备好就要前往巴达伊亚吼，其实也安尼读啦，你若照迄个孔子笔是巴达伊亚吼，巴达维亚吼，巴达伊亚，我以后就安尼读啦吼。等下吼，巴达伊亚就是即马印尼的首都，叫啥？我一时仔袂记。对，雅加达吼。
为什么我早无看？可能爱用雅加达来着，雅加达。等下我认捌一下这个都市。奇怪，哪会无讲起古早名叫做巴达伊亚？哦，有啦吼，1619年荷兰人征服了这座城市，并且重新命名为巴达威，巴达威或者是巴达伊亚吼。巴达比亚是迄个啦，我之前拢读做巴达比亚是真正是对迄个音去翻的吼。巴达伊亚是汉字直接念啦吼，安尼我应该读巴达比亚啦吼，BATAVIA 嘛吼。巴达威可能是迄当阵东南福建或者是广东人诶翻译的名吼，巴达威嘛会使吼。好，转来第四只巴达比亚吼。咱过来介绍一个翻译名词吼，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你若去查日本时代吼，台湾人拢讲，我这字写煞袂起，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若无记毋对啦吼，应该是哥伦比亚吼。我忽然间想到，我一昨还是进前吼，想要讲的一项代志，就是翻译即个。我我认为上好的翻译就是直接用原文用台语的音去念安尼吼，毋是用已经翻做华语的汉字，像巴达维亚去念巴达伊亚吼，迄就已经走精去啊嘛，因为巴达比亚是 VIA 嘛吼，你若用汉字去读，就变成巴达伊亚吼 IA 去吼，迄个 V 的音就走去。OK， 好，咱继续转来日子遮，讲场馆国下汉议会决议讲要派用客船下门号一准备好，就要前往巴达比亚。二零快艇东 Birch 号遵照2月14日的决议，留点咧此地交易，并且决议要派下属商务员。我为虾米想到这个翻译的代志，就是因为譬如讲遮吼特劳纽斯，我自头到尾拢无看到注卡伊个原文到底是安怎写，所以我只好用华语的音去念，吼。但是我都无爱直接用华语的音去翻台语，因为我感觉迄音绝对袂准吼，所以我就直接念华语的，伊就翻做华语，我就读华语吼。特劳纽斯吼。这就是我要讲的代志吼。我即马想看到这个名我就想到，为什么我看到特劳纽斯我拢念特劳纽斯，就是因为伊是华语翻的，伊用这个音应该是较准。我若搁甲读做德罗姆斯，我甲你讲绝对是无，绝对走精去吼。就咱敢若巴达伊亚一样相款吼，应该是巴达比亚啦吼，或者是巴达威搁较准，巴达威就比巴达伊亚搁较准吼。并且决议要派下属商务员特劳纽斯甲另外3个人，带差不多2000美元的资金，伫一贯的请求甲保护之下，住在厦门市内，为着要互其他人熟悉阮所需求的货物以及布匹的种类，并且供应已经被订购的货物，以及会当搁较顺利取得其他被订购的货物，写甲落长。意思就是讲，
因要留现实商务员甲留3、4个人伫遐啦吼，而且留一笔钱伫遐吼。伫咧医馆诶请求甲保护之下吼，所以医馆嘛安尼要求啦吼，拜托因一寡人留踮遮吼，啊留踮遮边吼，要互因对因想要采购诶物件，互其他人会知影嘛，知影讲我需要啥物啊，其他人才有法度去捡，再去 collect 捡迄寡需要诶物件来卖因吼。所以安尼写吼，为着要使其他人熟悉阮所需求的荷尔蒙以及布匹的种类，并且供应已经被订购的荷尔蒙吼，就是阮要买的，伊要供应互阮吼，以及会当更较顺利来取得其他被订购的荷尔蒙，拢共款意思吼。3月5日到遮，咱继续看3月7日，平安无代志吼，逐工做生理。3月6日、7日写做一工，写做一篇吼，无特别的事，天气寒冷，3月吼佫足冷，落雨，有强烈的透北风啦吼，强烈的北风。今仔日海盗为着要表示伊和其他希腊大官对李逵基以及李逵基追随者的灭亡的喜乐，赠送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一套对头到脚的官服，15只牛、15只猪，以及10壶乌色的希腊白仔酒，OK， 青岛秘鲁吼。这段诚趣味吼。第一点趣味就是迄寡个希腊大官对李逵基的灭亡感觉真欢喜，毋知你欢喜啥吼？李逵基的官阁是因封的吼，迄个海盗就是进前嘛，有时啊伊写海盗，有时写军人吼。对下门的将军啊，下门的迄个第一号的大官啦吼，海盗表示伊对李逵基灭亡的快乐喜乐吼，送普特曼斯一套官服吼，送一套官服，毋知啥物意思吼，意思讲互你做官，15只牛，15只猪，10壶乌色的中国白酒吼，希腊白仔酒吼，青岛秘鲁可能是因为德国人伫青岛占青岛嘛，占山东嘛吼，应该大家拢捌听过嘛吼，德国秘鲁足有名吼，啊，所以可能是因为我听讲咧，小可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因伫咧青岛遐做秘鲁敢若足有名吼，所以即摆你定定拢听得到青岛秘鲁，但伊迄应该是迄当阵。德国人也袂来，无青岛秘鲁是我讲的，乌色的迄个希腊秘鲁。好，咱继续看啦，3月9日，3月9日，1630年3月9日，用客船新港号对卫头湾，吼，卫头湾咱之前有一直讲的，伫金门的东边吼。你若地图看着正手边一边一个海湾吼，因为迄个内约迄个陆地是甲金门小可包半平起来，所以伊即个东边这边其实嘛有包起来吼，啊所以就一个海湾伫遐吼，两个陆地，金门岛甲即个陆地中间算一个海湾吼，叫做卫头湾。用迄船新港号对卫头湾来到此地吼。主题是讲倒位啊？哦，应该是因为即当阵你记的即个记日记的人吼，伊拢是含因的船伫咧迄个厦门港外口遐啦，所以嘛有可能伫厦门啦吼，我无甲确定伊即摆讲的主题是厦门还是厦门港外口吼，或者就是对卫头湾来到厦门港外口即只吼，即只用客船叫做新港号。伊伫遐咧听候要对日本来的荷兰船，但是一直到今仔日拢还袂听到因的消息。
求神，互日本的政府对公司有利益，互尚未出现的即个船只会当顺利进来啊。好，这是3月9日讲起一只船叫做新港号，以及对日本要来一只荷兰船。3月10日，时间8点57分。3月10日，用客船厦门号满载货物出发前往巴达米亚，所在大部分是灰仔瓷器China， 也有一寡糖。各位阁会记得，就是这毋通读的读过你也是小可知影因载什么货物你看因载走的是灰仔载来是啥物胡椒、香料迄寡因载离开的是对新仔出产的迄个灰仔新仔做灰仔真正是品质足好的你若有机会去国外的博物馆去看因西洋做的灰仔你会感觉足好笑含你所印象中迄种灰仔不管是大清的当然是一定是做甲足好的明朝的大清时迄种灰仔你印象中的灰仔拢是足水足有工的足有路的你去看迄个西洋的灰仔顶头迄位你感觉足趣味也有一寡糖，其实因足西方足换才会晓家己做灰仔，因之前拢无晓做，拢无法度烧袂起来，伊毋知要安怎烧，足换是换我已经袂记啊。所在大部分拢是灰仔甲一寡糖因为毋敢冒险，所以无载精美的货物糖Formosa 嘛是出产糖但是即当阵也袂啦伊着应该就开始荷兰人来台湾来 Formosa 时阵，因就开始伫 Formosa 发展糖的产业，但是即当阵开始袂，我无啥确定因为我毋捌看过资料讲当时开始做，但是荷兰人有伫台湾咧发展糖的产业这是我所知影，我确定OK， 所以糖布糖布就是我食药的时间都到。OK， 糖布就是制糖厂台语叫做糖布你若有兴趣再去查一下糖布，古早糖布是做啥物款？应该是用牛去熬迄个一个帽树帽你迄个压榨迄个糖，迄个甘蔗好，讲即只厦门号出发要去迄个巴达米亚，要载灰仔甲糖过去因为毋敢冒险，所以无载精美的货物。毋敢冒险是惊即只船会出代志就对了，所以真正价值的毋敢载好，咱继续来3月14日，伊这是甲11日、12日、13日、14日这4天写做一篇。大家你无用要卖迄个胡椒、橡芽檀香木是大香木，我查一下。
因为我鸟鼠啊行足慢的吼，你来稍等。即个弹字吼，华语弹吼，有三个音，弹、弹甲听。拢是我看伊写大香大茶吼，这应该是白话音吼。大香大茶大香茶吼，弹声母啦吼，所以应该是安尼读啦吼。台语平常时讲话是安尼读啦吼。弹可能是读字音啦吼。几若号茶的名，定会做得器具吼，会做得器具，我这种茶就定吼。芳会做得香，因为伊足芳，所以当摕来做香。OK， 弹或者是弹吼。另外一个听，我就无爱讲吼，是一款笑黄色的名。笑黄色什么意思？学即个词一下吼，各位来学一下笑什么色，笑什么色吼。笑黄就是浅黄色，所以你讲笑红、笑青吼，笑吼，用笑字来表示讲即个色是较浅的。我看伫遮查即个笑，但你大书店吼有收吼，你若直接查即个笑字吼，当然除了 smile 吼、laugh 以外吼，就是第三个规则就是色淡吼、色浅叫做笑吼。例词是笑色、笑浅、笑绿吼，看着清楚 OK 啦吼。好，转来即个大香茶吼，无用要出售号召、唱艺、大香茶等等阮的商品，互几个商人吼，因知影是号召、唱艺、大香茶吼，并且要收购运到船顶来的货物，就是是若因送一寡货物来嘛吼。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带随从航往五树岛，就是迄个阮称作犹他之岛吼，去从各方面来观察该岛，看到徛伫该岛的迄个塔，完全无用木料，拢用等下查一下吼，砍错而成吼的石头建造的吼，是用石头起的吼。犹他之岛五树有一个塔啦吼，迄个塔是石头塔，有7层楼台，悬150尺，差不多好悬的呢。150尺都已经50米啊，7层楼呢，50米就是你若即马看起来差不多10外楼、10外层楼吼，10外层楼高悬，差不多17层、16、17层楼的悬度。下面周围40步，40步你若一步算一米好啦，40米吼，周围40米，40米嘛好大吼，即个塔好真正大个悬吼。岛上还有一个堡垒，连接着两个四角形的碉堡，大部分拢是用砍错，等下查即个词吼，砍错而成的石头所起造的吼。周围有900步，这是讲迄个堡垒啦吼，碉堡有900步，墙悬11尺吼，碉堡11尺悬尔吼。
在笑悬就差不多一楼悬啦吼。一般的厝一楼差不多是10尺安尼吼。墙顶有4尺悬诶，哎呀，这个词我竟然袂记啊。胸墙就是即马伫台湾逐个华语读讲女儿墙，但是台语有一个读法，我即马是袂记啊。较早捌学过啦，等下来查看觅啊吼。好，假小停者来查一寡词，砍错而成吼，砍当然是台语无即个，毋捌用即个字啦，我毋捌用吼，拢讲喷嘛吼。砍是砍吼，臭树我就讲臭吼，臭茶吼，所以一般白话安尼讲，较袂讲砍吼。砍茶、砍草吼，这是你若要用砍即字吼，砍茶、砍草，砍本条读砍，变调阮的变调是读砍吼，砍茶、砍草吼。好，过来是已经有砍草吼，所以即个会当直接读砍草吼，就用砍草而成的石头建造的吼，这是砍草。过来是读来查即个胸墙或者是女儿墙吼，4尺悬吼，4尺悬120公分吼，一个囡仔悬的迄个吼，就是咱一般讲即个厝顶的女儿墙。我查一下台语图书顶有收。无，看出台语遮有。胸墙无，女儿墙呢？台华线顶书店吼，这是一个我毋知影倒位来的一个书店吼，叫做唱果，唱果，唱果，我是定定咧讲吼，较早定听阮母讲唱果，但是阮讲唱果的时阵，毋是讲女儿墙吼，是一般的所有的围墙，我拢叫做唱果吼。城蝶，城蝶，唱果吼。有人知影即个英文要安怎讲？英语？我想看觅，英语要安怎查？我先用翻译工具来翻胸墙还是女儿墙啊？我这网到我实在是根本挡袂牢。Parapet. Parapet. Parapet. 确定一下哦。OK， parapet 对。
A low protective wall along the edge of a roof, bridge, or balcony. 哦 parapet. 好，我为什么要查英文呢？因为我要用英文来查台语。有时啊设一点再查到你要查的这个台语词吼。parapet 无，查台语无。我较常用的是，应该是叫做下英大词典吼。下英啦吼，下英啦吼，下门甲英语吼对应吼。parapet 英语全部一篇。无，嘛是无。但是伊有写即个词条内容，我看卖吼 ，parapet P-A-R-A-P-E-T 岩，天顶迄个岩啦吼，含岩有关系。我查一下吼，台语大词典。岩 ，G-A-N 第七声。等下，搁你说伊看啊。今年顶我咧先做设计，岩 ，G-A-N 第七声。无啊，无即个 parapet 意思伫内底。我用 wildcard 加 wildcard 测看觅。今字典岩即个音无看到讲起即个 parapet 即个意思。岩子石砖啊。啊，即本应该是英下词典吼。英下词典所以是头前列迄个英文词后壁用台语解说，但是 parapet 含岩有啥关系啊 ？parapet 敢讲是就是一种岩嘛？好，无看着吼。好啦，台语的即个形象我看就只好安尼念啦吼，因为我查无迄个较早的讲法吼，原早的讲法是啥？好，形象吼。好，咱倒来伫即遮吼，我伫遮开少少时间，讲即个碉堡墙顶有4尺悬的形墙吼，墙宽3、4到5尺吼，墙的内外两面拢用石头建造，中用土含沙去填吼，就是中是用土甲沙去囤起来吼，内底囤沙囤土啦吼，囤即字大家会晓用，囤。
thun 第七声。汉字是要填啊，填充伊个填哈。不管什么汉字啦，吼，就伊个音是吞吼，吞的意思是天土或者是家天吼。例句吞的地，吞的地，吞沟仔，就是甲沟仔吞起来吼，就是甲水沟填平啦吼，叫做吞沟仔。吞喙齿，这个趣味啊吼。吞喙齿伫咧日本时代，因迄当起考应该就有咧做这个代志吼。吞喙齿就是啥，补牙嘛吼。啊，植牙咧，植牙我听阮阿姨讲种喙齿吼。OK， 所以我拢讲种喙齿吼。腹肚吞袂甜吼，这是第二个意思是加甜吼。腹肚吞袂甜，就腹肚填不饱吼，腹肚吞袂甜。生理直直吞，生理直直吞应该是生理，我咧药应该是因为伊无过数，我药应该是生理变歹吼。吞下底，填鞋底啦吼，吞下底吼，甲下底用一个物件甲垫高啦吼。这是吞这个用法吼。日志食无聊，咱就学台语啦吼。讲这个胸墙四笑五笑，看三笑，看四笑，看五笑吼，三种吼。两边是用石头起，啊中用土甲沙去吞起来吼。迄两个碉堡各坐伫一个原地上吼，但就是两个碉堡起伫两个原地顶头吼。但是该塔所伫的迄个边地比迄寡原地还佫较悬吼，就是迄个两个堡垒是伫咧原地上，但是即两个原地比迄个塔所徛迄个原地还佫较低一撮吼。迄个塔顶多是较悬的地顶，伫咧较悬的地起起来吼，所以应该是对遐来指挥即寡碉堡。若无碉堡就无啥物路用吼。即个岛，这我袂晓读诶，我连华语都袂晓读，啥物几多时吼。翻译诶人真厉害吼，这字我袂晓读。讲即个岛就是石头仔足侪啦，树仔足少，但是石头仔足侪吼，石头仔岛吼，若敢若平湖相款。平湖、金门我就较毋知啦吼，平湖就是石头仔岛吼，所以无啥物树仔。金门应该嘛是啦吼，金门诶树仔拢是迄后边佫种起来。无井水吼，即个岛无井水。好，即个两个汉字学一下吼，虽然无啥物路用诶汉字。这是要哪读啊？连华语我都袂晓读，我看。敲击哈，敲击哈，啊，这个敲击，咱来找一下甘字典。我看爸比我这查字典、查词典啊，拜托你，我这电脑伤慢。敲就是敲吼，敲啦吼，敲是啥物意思呢？有石的所在，有石的土地，有石的地叫做敲吼，石头仔的地啦吼。土堡就石头仔嘛吼，对，全石头吼，都是土骹是石头，叫做敲。坚定吼，所以定嘛吼，定还是硬啦，坚定或者是物件坚定吼，意志坚定，你讲敲可能嘛会使啦吼，但是因为无例句，我毋知要哪用吼。这是甘字典就有写，但安尼无例句吼。硬散的地就是无土嘛吼，敲。
搁另外一个是瘠吼，贫瘠的瘠吼。读做积吼，口积，口积。人身躯无肉就是积吼，散，或者是破病吼，就是积。欠性吼嘛是积吼，就是这人就欠的就性吼，积。口积，口积就是土全石头吼，土无肥吼，口积。所以这个岛呢，口积多少，树木稀少吼，树木稀少吼，无井水，没有淡水，只有伫该塔附近海边的家厝有一口井吼，遐有几间厝，但是无人住。阴暗场歌转来回到船顶，因去视察迄个岛啦吼。你看，迄个荷兰人每到一个所在吼，真足去看迄个所在，而且记讲哦，即个岛是啥物情，进前去澎湖岛嘛是安尼吼。9:23，好，咱搁继续读。3:16。甲15:16写做共一篇一纸尔吼，一纸较加啦吼。长官普特马斯阁下航往高龙寺，要去派人装载一寡台湾为着要建造城堡所需要的石头甲水泥吼，就是去高龙寺是为着要载一寡石头甲水泥吼。强风寒冷的天气吼，透大风，透风佮寒的天气。3:15，搁遮寒吼。好，咱搁继续读。3:19，甲3工写做一纸尔吼，一纸搁无写无甜吼。3:17、18、19日，无事啦，无代志。有强烈北风，因此放下上围甲上围旁吼。所以你看，即个写日志的人，其实伊伫船顶吼，伫船顶，因无上山吼，无落当要落地吼，所以写船顶的代志吼，无聊甲写这连得只好记即种代志吼。3:19，好，咱继续看，过来连续即两早是5、6，逐工拢有去吼。一直到月底，敢若落一工尔吼。咱来看吼，开始有代志有故事啊吼。3:20日，林拉库，这个我家己学边念的吼。林拉库是啥物呢？是伊下底注脚有写1636年到1646年这10年，担任巴达维亚的中国人甲必丹就是 captain 吼。captain 就是 captain 的首领嘛，首领吼，就是伫巴达维亚诶希那人吼，首领叫做林拉国，姓林啊，我理晓啦吼，姓林吼，所以应该是福建人吼，林拉国就毋知是啥吼，伊的将客船航离此地前往巴达维亚，满载各种希那货物吼。今仔日普特马斯长官阁下该动下设商务员特劳牛斯以及搁较侪其他的人航往陆上吼，就是航往上山去啊吼，要去和一寡好好的、广泛的吼，要好好广泛来商讨几项代志吼。到遐以后，伫因的一个宝塔或者是
庙宇内底受到一官以及一个官员真好的接待。迄个官员就是顶摆军门为着要表达消灭李逵基的谢意，派去送礼物予长官阁下迄个人吼，就是相反即个官员吼，送礼物的即个官员吼，即道含一官来做伙来招待阮即个长官阁下不得嘛。甲因详细商讨关系自由贸易的实现，以及对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有利益的其他事项以后，该官员奉军门的名义，有写海盗，有写军门吼，赠送长官阁下两面用中国字刻着上述事迹的银牌。顶回送官服，送讲是15只猪，15只牛吼。今仔日又搁送2面银牌吼，顶头有刻字吼，写即个荷兰人拍败李逵基的事迹吼，应该是即个事情啦。伊讲上书毋知是讲啥物代志，但是我咧又是即个吼。各党约3里耳吼。里尔嘛是华语的翻译，我嘛毋知要怎。我记得伊迄个原文是 REAL 吼，安怎念我袂晓诶吼。你若要英语读当然是读 real 吼。各党约3里耳吼。银牌啦，一道当3里耳，里耳是偌重我嘛毋知吼。还有2个杜云诶玫瑰花甲枝叶啦吼，枝子应该是枝啦吼，树枝啦吼，就是除了迄银牌，还佫有两个杜是镀金镀银迄个杜吼，杜云，所以是杜云的迄个玫瑰花甲枝叶吼，以及300里尔重的银吼，这是啥物意思？银牌重3里尔啊？哦，除了送伊银牌甲迄个银牌顶头有一寡装饰吼，玫瑰花甲枝叶，另外佫有300里尔重的银，真正送银吼，300里尔，袂歹呢，这送真够咧。另外赠送已经29分啊吼，我读偌济算偌济，赠送长官阁下，歹势。另外赠送上述特劳牛斯2支共款杜云的枝仔，枝子啦吼，应该是若敢若树枝安尼啦吼，并且宣称因为军门的热望，请长官阁下对上述礼物公开经由下门临接的市区去上船。跟着上述礼物公开经由厦门临街的市区去上传，这写啥物意思？这个翻译的人写翻无拄好，或者是拍字漏搞啥物字去吼。请长官阁下对毋知对啥物物件吼，但是后壁是上述礼物公开经由厦门临街的市区去上传，我哋就是叫伊去上船啦吼，安尼会当互大家拢明白因。此外，官员一官也为着要表示对荷兰人上述事迹的感谢，而且佫较要感谢，互伊会当恢复伫个厦门市的地位吼。本来叫赶去，叫李逵去赶去泉州啊吼，来赠送长官阁下一条有纪念章的金破链吼，金链啊吼，无一定是破链吼。一般讲破链是 necklace 吼，项链吼。所以一官嘛送礼物互长官阁下吼，一个金链啊。伫迄个纪念章里描绘着阮对李逵基作战的情形。纪念章就是拄则讲迄个有纪念章的金链啊嘛吼，所以迄个纪念章顶头是有为即个物件吼，因作战的情形。长官阁下接受即寡礼物了后，就骑马。倒迄寡礼物
甲一寡奇字的奇字吼 ，flux， 以及一寡乐师徛过厦门林接的市区前往海边对遐去上船，就是意思讲，互你去，互你车赢一个啦吼，互你车赢航母，航母就是风光吼，航母吼，台语叫航母，有迄个威风的意思吼，互你车赢航母者吼。好，我就无爱现词典，因为时间超过32分啊。咱今仔日后壁应该足侪故事，迄逐工记吼，就若敢若今仔日这故事吼，讲战后荷兰人受到，不管是军门吼，是哪官员军门，或者是一官狄志良，拢大大感谢啦吼，感谢你，互我有生意通做，以后佫要发大财吼，要大发财啊！好，咱今仔日读到遮，咱明仔载我食拜四，明仔载佫会使继续读吼，咱明仔载佫继续来读1点钟的即个咱遮写日志，斗阵来学台语啊，或者是学台湾史。感谢各位，啥呢？好，有若无啥物问题吼，下底无啥问题，好，安咱来开房，感谢各位，再会，大家平安。是，嘿，好。